代沟是指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由于价值观、生活经历及沟通方式的不同而产生的理解和沟通隔阂。在现代社会中，这种现象尤其普遍，主要因快速的科技发展和社会变迁，使得不同世代的人们在看待世界、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。解决代沟的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。首先，促进跨世代的交流和互动至关重要。透过组织家庭聚会、社区活动或跨世代的讨论会和工作坊，可以为不同年龄层的人们提供交流的机会，进而增进彼此的理解和尊重。其次，推广跨世代的合作和共享经验，例如建立技能交换计划或让老年人和年轻人共同参与社会服务项目。这些活动能够促进互相之间的信任和合作，减少代沟带来的误解和冲突。再者，教育和意识的提升也是解决代沟问题的重要途径。学校可以加强跨世代交流和理解的教育内容，培养学生的包容心和尊重不同年龄群体的意识。同时，通过媒体和宣传活动，提高公众对代沟问题的认识，促进社会的共识和理解。最后，政策支持和保护也是解决代沟的重要手段。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律，支持老年人的福祉和照护，以及促进年轻人的教育和职业发展，从而减少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和冲突，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。总结而言，解决代沟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和参与，通过促进跨世代交流和理解，推动跨世代合作，加强教育和意识提升，以及制定支持政策，可以有效地减少代沟带来的负面影响，建立一个更加包容和和谐的社会环境。